有人以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庭有审判平民犯罪的情形，是一种不民主、侵害人权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是无疑是不了解中华民国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正面临着全世界最狠毒的敌人——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我们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并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不得不将某些个影响国家重大治安的犯罪来划交给机关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中华民国的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公平、公开的。我袂总讲话，因为阮无够个地位，无够分量，因看过无看个身躯无够悬，财产钱嘛无够，找目睭来只有在传，目睭来无台湾，无人甲讲正义。伫早期，搁有定定，搁有袂当讲台语，受规定，受到中共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受到国民党当初霸占台湾看无出路，受到日本教育的阿妈阿嫂，因感受228的事件的，迄时迄天，政府无花无钱下，亲一大生命就甲下，只要你是咧抗议。不管议员甲医生无要紧，因不管你是老血老目屎的，不管土甲的尸体打过几摆，不管你是谁，尽管情的是种，伊是浪漫台湾英雄，美记红色你的宝。你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的针。你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的针。经过几啊十冬啊，目屎嘛干。经过几啊十冬啊，目屎嘛干。我的历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恨。我的声音，我台湾的疼。无尊严，无人情，无自由，无信任，无人甲讲啥物。每一个人头咧咧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228号白色藏起来，政府反抗的人掠起来，真怪是无人所境界，用手抹掉历史真相。经过国民党嘛变白菜，38党来的抗议大大细细伊讲，国民党。地南两位自由无说生命，我若是我伫迄个时代参加美丽倒拼输赢，无人知影迄时的政治无散啊，但无新的命案还未破案。台湾是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生命牺牲保护。你若是想要做，真先来出卖台湾，互中国。我甲你讲，甲你娘白是恐怖。你敢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的针。经过几啊十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阮的声音，我台湾的疼。你敢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的针。经过几啊十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阮的伤心的白色恐怖。肯定起来的皮夹相片，你是无辜的，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家己去互等因仔委屈的过去啊。到今嘛艰苦嘛是囥伫落地啊，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目屎无缘故就滴落来。好，今嘛足侪人毋知影过程，至少爱知影台人向手叫蒋介石。3月18号，警方大审正式展开。
开。但就在大审前的2个礼拜的2二8，美丽岛8名被告之一胡金雄家中发生了3死1重伤的灭门血案。60岁的母亲才7岁大的双胞胎祖孙3人，遭人侵入家中自杀身亡，而长女则身在牢里的一段时间也很辛苦，虽然离婚还是很辛苦，为了生活。国民党他们到处都是捣乱。我非常非常爱这男人，我更尊敬他，因为他爱了小小的一个太太一个小孩，他爱的是全台湾，他爱的是台湾这块土地的1900多万的人民。爸爸，太阳是这样子，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然后这样，再回到这样。叫做第6苗，我注定台湾独立。你敢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下针。经过几60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đặt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阮的酸，因我台湾的疼。你敢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下针。经过几60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đặt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阮的伤心的白色恐怖。乌烧的火焰，烧掉红花嘛几落冬，希望的光线，犹原锁伫白烧的窗。我袂当讲话，因为阮目睭嘅地位无够分量，因看悬无看嘅身份无够悬。财产钱嘛无够，这目睭来自有财团，目睭来无台湾，无人敢讲正义。伫早期，搁有点点，搁有袂当讲台语受规定，受到中共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受到国民党当初霸占台湾看无出路，受到日本教育的阿嬷阿桑，因感受228的事件的，迄是迄天，政府无血无情的，甚至大是民众甲吓，甚至要你是咧抗议，不管议员甲医生无要紧，因不管你是流血流目屎。不管涂骹的死地踏过几摆，不管你是谁，尽管情的市场，牺牲咱们台湾英雄，背起红色228。我目的心头声，花开花谢，片袂着香，自由的心情，犹原锁伫白色的窗。无尊严，无人情，无自由，无信任，无人敢讲啥物。每一个人头咧咧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228号白色藏起来，政府。香港的人掠起来，政权是无人所更改，用手抹掉历史真相，经过国民党嘛变白惨，38冬来的抗议，大大细细伊讲，国民党。地男人为自由无惜生命，我若是活伫迄个时代，参加美丽倒壁输赢，无人知影迄时的政治谋杀，谈论新的命案，还未破案。台湾是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生命牺牲保护。你若是想要做真世来出卖台湾，互中国，我甲你讲。满目的心头
声，花开花谢，片袂着香。自由的心情，犹原锁伫白色的窗。放伫客仔内的配角相片，你是无辜的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囝儿去互当因啊，无开会过去啊。到即马艰苦嘛是放伫笪地啊，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目屎无缘故就滴落来。好，即马足侪人毋知影过程，至少爱知影杀人凶手叫诛介石。大家好，我叫阿佳。白色恐怖是我甲足侪人毋知的台湾历史变成歌曲，嘛是我为着台湾发声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会当继续为台湾的民主自由继续奋斗。我伫遮感谢大家。